今年2010年发的专辑，专辑其中的一个就是主打歌了，那我们也只有这支 MV 这样子，然后会整张专辑都用国语，都要美组，然后可是怕大家会听不懂，所以我们有附中文翻译啊、英文翻译、连日文翻译都有，就是让它变得很有趣，就是反正大家都听不懂。我觉得有机会让大家就真的是就用音乐，然后跨过那样语言的隔阂，然后去听到不一样的东西。我整张专辑其实也只有2首歌是变音，但是因为这个以往大家对你的歌谣，通常就是比较民谣式的，像陈建年大哥或者纪晓莲大姐，要不然就比较传统的吟唱，然后重新编曲。这大部分对你的歌谣的一般影响，当然它也有淳朴的气质，是一直能够吸引很多人的一个特色。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就传统歌就是传统的样子，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当要去改变，就也不是在改变它的时候，当要用一种方法让很多人懂的时候，必须要用很多技巧，就是不管是编曲还是包装不懂。因为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影响到他原来的传统价值，所以一直以来我不太敢去唱传统歌，是最近才开始有这几年自己出来表演的时候，才慢慢的就觉得有些歌适当的可以跟大家唱。可是我最想要表达的是，就是我不是活在那个老人家那种年代，就是在那个80年前的事情。那种状态，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生活。我生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电了，可是有水了，自然水啊，有电，应该也有电了吧？生出来的，就是我们那边比较慢牵电，因为电很少，就很慢才牵到我们那边去。日本做的电是到很晚才牵过去。我不知道啊，可是我有印象的时候就是有电，还有婴儿的时候还没有，不会想。但其实我就是没有经历过那种很原始的生活，那个时候的电视没有，所以老人家唱歌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电视去影响他们心目中对音乐的理解。我不是啊，我出生的时候就是我知道我国中的偶像是郭富城啊，我上来台北第一个想要看的演唱会是蔡依林啊，就是我开始接受这些音乐的影响，可是我又偏偏回不去，你知道吗？如果要回去传统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像是在复古，因为我没有那种生活的经历，但是是一种复古。对我来讲，对老人家来讲，可能那是他的生命的经验的一部分。然后，那我有什么？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要我复古，我觉得只是回去很原始的状态，可是不是我活在当下。那我活在当下是什么样子？我也喜欢这些，就是大家会喜欢的音乐的风格。那电音是我觉得很特殊的，因为我写国企夜店的都是王文温太快了。你知道王文温吗？那个综艺必咖啊！来个卡，来个快乐。不能什么上的学人家企业店干什么？然后可是他就带我去了。然后那是蛮好玩的，就是喝酒因为对我来讲，夜店都是很吵的那种，嘣哧嘣哧，然后我说这样怎么聊天？那么吵聊天，然后还要喝酒，心情越不好，因为一直听不到你讲话，你刚刚讲这样我没有听到，喝酒了，没有办法那个气氛，可是后来真的去夜店，你知道吗？好妙！夜店那时候刚好在流行印度电影，放印度的大家听不懂，可大家也在嗨啊，然后放英文的也在嗨，韩文的也在嗨，根本没有在听他唱什么语言，我就觉得很奇怪，只要嘣哧，你们就会嗨对了。我心目中就有一种很奇怪的顿悟，我说那好，那我唱阿美族语，然后好嗨要我一样这种嘣哧，大家你应该也会听吧？我就这样想，所以才会有这样很大的，就是电音跟原住民语跟原住民阿美族的吟唱的
一个 local 的作品就放在这里，但也其实就是这么一首。然后在这之前，其实也写过一个作品，那时候是为了要跟唱片公司老板说，我想要发一张纯母语的专辑。在图腾的时候有放一些族语的单曲。图腾的团员是来自几不同的族吗？图腾的团员3个族群，4个族群，台湾、卑南、阿美，还有平地的保留。还有比例的，还是汉人。对，就是他很传统的那个贝斯手，他是来自草屯的，然后草屯他们有建交，你知道建交吗？不知道台怎么讲，然后就是尿就是10年一次大的建交，啊，10年到的时候啊，全是镇的人哦要吃素，然后不能刑法。就是他们很特别的风俗。我说真的假的？就是不能刑法，那怎么办？他说去台东市就好，让他去跑车。台东市都很配哦，反正可是他们就有那种，他们就是有那个传统那种气氛，他的价值观还在，我觉得很酷。然后跟我自己回去我在部落里面的时候，其实部落的年轻人好像没有信心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所以我很想要回去带部落年轻人，就是要有活力啊，因为没有信心，就相对就会没有什么活力。然后他们还跳街舞，可是怎么跳啊？就是放音乐都是韩国的，日本的，然后要不然就英文的。有时候没有原住民的，我想要试试看。可是他们跳的也一样，那画面很奇怪，就是放那个英文的那种舞曲，假如说是 Lady Gaga 可是他们跳的舞就很原住民啊。可是他们你看这个街舞很炫吗？这是街舞吗？我觉得很怀疑啊。可是那个气氛、那个气质在他们身上，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那也拍 MV 的，给大家看好了。这个比较不是正式的 MV，因为那时候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没有钱的时候去拍的。